咱观众朋友都讲过之后，继续收听提教国际。呢個禮拜新聞幕後，同大家來關心些美國嘅聯邦準備理事會也是長期的中央銀行總算係宣布正式入馬，所以講大家都預期到，然後結果唔過時間點到底係乜嘅理由先到連續這信息，來決定出後續個問題。今日節目地圖我哋嘅繞長度兩個專家帶來進一步分析。其實，文藝小界同我做書片呢，係環球經濟研究社長林建山林社長，社長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各位大家小界係關於第一名嘅經濟學家楊家燕楊博士，楊老師您好。主持人好，社長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兩位老師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首先，我相信我們的觀眾收到這樣的訊息，不管他對於經濟的這個局勢關注有多少，我想他一整年以來，甚至過去這2-3年來，一直聽到就是 Fed 要升息，那這樣的結果大家並不意外，早就知道要升息。首先要請教是，那這個時間點為什麼選在這個時候升息，跟這個整個局勢的發展有特別的關係嗎？比方說是在聖誕購物消費的旺季，還是說新舊政權要交接了，耶倫要趕快出手了？不知道老師們怎麼看？我想這個是我們呢在股匯市啊，這個都是在我們經濟上都叫做象徵經濟的範圍。這個象徵經濟的範圍呢，它一直都是這個什麼，都是在過去這差不多將近10年的時間呢，一直在主導全世界經濟的這個發展。所以我們呢，在過去這10年當中看到所有消息，大概都是匯率的變動，還有這個股票或者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的這種變動。那麼這一次的這個升息啊，美國 Fed 的升息呢，其實它的這個幅度是很小，幅度是很小，就1碼，但是呢，這個因為在過去這10年的經驗呢，讓這個股匯市呢都在這上面變得非常非常敏感，也很脆弱了啊。那麼我是覺得在這2天的這個變化，應該是一個過度反應的一個結果，過度反應的結果。因為本來在這個美國的這個Fed 的這個政策上，它原來它就設定一個目標啊，設定一個目標，在利率呢，它本來在2016年呢，它就是要到0.75，就是今年，就是現在這個時候，它就是應該要在今年要達到這個，到2017呢，它要到1.04，1.04差不多將近要增加這個0.65個百分點嘛，哈，0.65個百分點。那麼到了2018呢，它要到這個2.1啊，跟這個。2019要到2.9，就將近3%。那麼這個它背後的這個考慮的最主要就是2個那個，也是在總體經濟上的那個，就是一個是它的這個物價的問題。是因為這個我們呢在過去的10年當中啊，美國的 CPI 還是太低，CPI 一直都太低，所以就是說因為這個金融海嘯的關係呢，本來這個所有先進國家都希望說在能夠把這個一定要把這個 CPI 呢要到2%以上啊，日本到現在都還沒達到，這個世界經濟才有可能這個挺身的這種可能。那麼另外一個呢，就是看就業的這個狀況。就對美國來講，就業的這個情形呢，說實在，就業率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失業率呢，它一直都維持在這個4%、5%的這樣的這個位置啊。所以呢，它就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本來它有一個從就業率的就業的這個狀況呢，它有這個升息的條件，可是從這個物價的這個狀況，它又沒有這個呢。那麼再加上呢，2015、2016呢，大家都原來預期說經濟可能會有一點回來的這樣的這樣。可是因為這個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經濟的放緩呢，那麼把整個這個全世界經濟都拉低了，拉低了以後呢，這個奧巴馬政府呢就開始呢，他要堅持他的這個量寬的政策，所以說他非要在這個2008年以後採取這個QE 的這個政策呢，他就不得不繼續延續下去，因為他要考慮到這個歐洲的這個變化，還有亞洲的這種變化。當然，這個是剛剛主持人提到，就是說這個政權要輪替，這個當然是有一個，也是一個事先的這種意應，因為這個 Donald Trump 呢很清楚的就講，就是他一旦執政以後啊，有2件事情要終止的。第一個就強勢美元政策要終止，第二個呢，量化寬鬆的這個政策一定要終止，也就是說將來就不再做這個在印鈔票救市場這種事情。那麼這些條件呢，都是使今天呢在變化的這個過程來呢。那如果說明年要到這個1.4的利率要到1.4的話，那當然就非要
假设说你要分开了，非要2、3次的这个东西要达到这个目标值不可啊。OK， 老师刚才提到明年后，就让我们想到这次这个 QE 升息，其实市场反应比较大的部分不在于升了0.25%，在于它同时预期了明年要再升息3次。可是我们来看一下过去这段时间，其实过去10年就升了这2次而已。然后我们还记忆犹新，在2015年的时候，也预期在今年2016，Fed 说要升息4次，就这么1次。所以为什么大家还会对明年升息这个3次来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反应？另外是因为明年的这个整体局势已经预期到会有哪一些变化了吗？是其实在这个记者会之后，就是耶伦的记者会之后。有提问时间，那就有记者问这个耶伦说：“你们原本在9月的时候预计明年是升息2次，为什么这一次的预期要增加1次？”对，他就说，根据他的判断，是因为里面的一些官员有考虑到川普主张的减税跟扩大公共支出的这个部分，因此他们研判有可能，通膨的这个部分。会比较进一步的这个提升，所以他个人认为是这个因素哦。不过这个大概就已经透露出，就是说未来明年川普上任之后，正式上任之后，整个新的内阁它会有新的这个做法。那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鲜明不同于过去的这个做法，就是说财政政策在过去比较被忽略，是因为奥巴马政权并没有完全执政。好，那因此在最后末期参众两院都在这个共和党手上。可是这一次川普就比较有条件，可以在财政政策上去执行他坚持的这个减税跟这个扩大支出的这个路线。不过这个是一个硬币的2个面，其中的一个光明面，它的背后面那就是财政赤字的这个部分，国债的这个部分。在短期也许还不会有问题，可是中期以后，这个会变成是一个川普要面对的问题。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如果说升息的话，你看川普的几乎所有的政策，不管是国内的政策或者是贸易的政策，它几乎都含有非常明显的促强美元的因子。是，因此如果这个时候美元如果上升的话，对川普的一个很重要的主张就是说，他要平衡他的贸易赤字、贸易逆差的这个部分，还有他希望更多的这个制造业回流美国，对这个部分可能都是一个挑战。所以对川普来讲，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他现在有一些明确的这个主张跟路线，但是他也会面对一些不确定性需要去克服。就延续着这个杨老师这一点后，川普讲这个 American First 或是 Made in USA， 现在美元的强势对于我们看到暂时表态，包括 IBM 啦，然后软银啊，之前这个开立，大家都愿意把这些就业机会留在美国，甚至增加投资。但是这样下去，这么强势的美元，对于回到美国来制造这件事情，其实会不会形成一个挑战？这个就是说，这个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川普啊，在他真正掌政之前，所有这个政策的这个主张，或者是他对于这个未来这个内阁人士的这个安排啊，我想第一个会想到的应该是 Ronald Reagan。就从他的这个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这件事情，他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原来这个是 Ronald Reagan 是在基本上呢 ，Ronald Reagan 的这个政策呢，是一个用这个增加投资啊，增加投资提高消费来这个造饼的这样的呢。那么在过去，奥巴马从这个 Bill Clinton 开始啊，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主政啊。大概都是比较强调在这个社会福利的这个，就是以这个分饼来那个，那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这个Donald Trump 里面，他的对内对外的这个政策上，其实有2个呢，会对他的这个财政支出呢，刚刚这个嘉彦兄讲的这个财政支出的这个会有很大的这个这个意见的这样的那个，第一个就是社会福利支出，它会被这个相当幅度的这样的去做约束。第二个呢，它有一个呢，对
地缘政治，就国外的这个区域政治的这种干预呢，它要减少。比如说我对中东的这个政策，对美俄的对抗，或者是跟美中的这种对抗，它都要减少在这样。所以国防支出呢，当然也一定会得到某一种这个约束。他当时他就讲了，他说你们其他的这个国家都自己要付这个国防保护费，你要我保护费，对。所以那一种意识呢，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国的国防支出呢，它要做相当程度的约束，所以这个国防支出的约束跟这个社会福利支出的约束呢，是有助于它呢，它的这个对这个国内的这种生产制造成本的这种降低。那么它再加上这个大减税，对，那么我们就估计啊，它那个大减税的这个大概是会少掉大概1.2兆左右这样的这个财政的收入了啊。但是呢，你把因为这个减税呢，把国外的这个资金引回来，同时把这个产业引回来，那么这个资金的这个回流的这个大概差不多在4兆美金左右，所以基本上呢，它可以在这个国际的国内跟国际之间的这个收支啊，它可以得到一个平衡的这种状况，和得到一种平衡的状况。OK， 谢谢社长。我这样讲，除了对于美国接下来可预期的这一些影响跟发展之外，就是对于老师刚才讲到国际的影响，我们马上看到几个立即的反应。比方说今天的这个报纸头条，除了看到讲升息这件事情之外，就有人讲说哇，现在亚洲的货币齐贬，像去日本等于就是打了85折一样。那对我们呢，究竟美国升息对台湾而言有哪一些面向我们要特别关注？是，我觉得美国升息它一个最大的这个影响就是它会改变国际资金的流动。那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川普现在看起来他要强调就是说美国优先，然后海外的这些军备的这个支出减少，可是那也代表就是说海外的这个美元的供给会大幅的降低。那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促升美元的一个因子。那这些因子会让亚洲的主要货币全部都明显的贬值。那如果亚洲货币贬值的话，我们看人民币贬值、日元贬值、韩元贬值的话，请问台币能升值吗？所以台币被迫要维持跟大家大概是等距离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央行就必须被迫要采取这个贬值的这个措施。那另外就是说，这个资金的大幅移动的话，大家知道过去印钞印得太可怕了，是不止美国本土印了3次，执行了3次 QE， 你看欧盟，你看中国大陆，你看日本，是的那个黑田，对，他们做了多少印钞票的事？所以现在当资金开始又在转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国的那个非常严重的泡沫问题有没有办法撑得住？这个变成是有不确定性。然后东南亚的这些，不管是金融市场或是能源的相关的这种股汇债的这些市场，能不能稳定？所以其实我们面对的就变成说，当资金再度流动的时候，其实金融的这个风险跟稳定性，它也会降低，金融的风险会提高，稳定性会降低。我觉得那是我们明年会遇到的一个问题。老师，我讲其中一点后，就您刚才提到，央行可能不得不也采取贬值。那在以出口导向而言的台湾，这某种程度是对我们经济上的一个利多或加分吗？是，但是至少不是坏消息，对出口而言。但是想想看，为什么我们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现在竟然只有1%？在保一的增长，几个机构讲明年还是只有1.4到1.8之间。如果只有1%的话，那比美国还要低哦。是，这简直是很难想象的状况。那个就表示说，我们的经济的结构出了很大的问题。你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市场都高度集中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大陆跟东南亚。是，那现在中国大陆跟东南亚的这个部分，如果它起不来的话，其实我们的贸易，就算我们维持跟别人大概等距离，我们并没有升值。是，相对而言，如果我们维持跟大家差不多的状况的话，我觉得这个汇率的这个部分并没有办法提振我们的经济。它只能维持一个大概不至于恶化的这个状况。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处境就是说，国际贸易的这个情势，在川普如果他引起了这种所谓的国际的贸易摩擦，
或者比较激烈的这个贸易对立的时候，或者因为这样而延缓了区域经济整合的脚步，其实我们的外贸的这个寄望可能必须要降低，我们还是要放比较多的心力在国内的这个经济的提振之上。这一点，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角度的这种看法了哈。就是在过去的10年呢，这个国际经济会一直往下掉的，这样最主要就是在这个 real economy， 就在货品和商品贸易跟投资这个方面呢，对，它一直是萎靡不振的。是像这个国际贸易的这个成长呢，尤其在最近这5年呢，全部都低于这个全世界的这个 GDP， 就经济成长还平均成长率还要低。在过去的这个历史啊，我们至少在1个世纪的这样的这个 scale 来看的话，国际贸易的这个成长啊，通常都是世界经济成长率平均成长率的3倍的这个样子。那么现在呢，它不但没有连1倍的都跟它拉起都没有，都降到只有它的1半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那我在讲就是说，这个因为川普当选以后啊，他有一个后面呢，你要看看就是说，不管在南美洲也好，在这个欧洲也好我们看最近这个大选的这个结果啊，都全部都要向右转的这种现象。也就是说，过去呢，在这个10年当中，大家就拼命就是讲这个分饼至上，就是说以维持现况，然后做这个社会福利为优先的这种考虑呢，它大概是做一个反转。当这个翻转的时候，就是投资跟消费的增加是他们这个要造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当你这个欧洲、美国、美洲、欧洲呢，都是在做这种投资消费的这个增加的时候，那么他们在这个实质的这个国际贸易，它一定要有很大的这个进口的。那么这个对亚洲来讲呢，我就说这个你可以从这个一个角度去看说美元强势的，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在 real economy 这个部分呢，我们这个市场的这个机会或者市场的这种可发展的这个空间，其实在未来是会增加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所有这个挣钱的每一个国家都往右转的这种关系啊，它所造成的这种，我们呢，就说也许在这个象征经济上还会像过去一样，还会受到很多的这个威胁。可是，在 real economy 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积极正向的这样的这个机会的这种。扩大，还有这个是应该是对亚洲国家来讲，从这个角度看是会那个，所以就是说，是不是需要在那一种状况，是不是要做这个区域的货币竞贬呢？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再观察的。OK， 好，我们上半场时间先谢谢2位老师，谢谢管家好。当然，讲到川普时候咧，正年20正式就任。当重要是嘅美国面前，发现了日本下家对年代美国大企业的头家 CEO。到底呢個 CEO 能夠應在要哪條期待？先了解下，任是真呢？翻轉到討論嘅現狀，上半場看到美國嘅聯準會升息者後續嘅影響，下半場我哋討論係川普嘅內閣對經濟還有財政政策會帶來哪啲變化。所以我們上半場的這個延續下來，其實大家都還是鎖定在川普，所以我們來看川普幾個內閣的人選，像商務部啊、財政部啊，他選了一些這些大老闆 CEO， 我們並不意外，連白宮的策略長以及這2天最受關注，原本以為是 Mitt Romney。就不是找了這個美孚的董事長來了，所以說究竟這樣一個被譽為有史以來最富有或是最高階的這個 CEO 內閣，老師們怎麼看待？楊老師是，我覺得原本一開始大家認為川普是商人，那他選舉講的那些激烈的這個主張跟言論可能不會實現。就你現在發現他的佈局，發現其實他並沒有變化那麼大，他事實上還是蠻堅持他的路線哦。我覺得他現在的內閣裡面有非常顯著的，就是這些來自於民間的這些商界，有來自於金融業，也就是華爾街，像高盛的這些背景的人，然後有非常多來自於這個能源部門，
钢铁部门是啊这些部门，然后甚至这个环保署的这个位置的安排，跟这个劳动部长的安排，你都可以看到他都一直在要推行他在竞选时候的主张。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有几个方向已经开始明确了。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对外的这个方向的部分，目前国务卿的这个提名的这位大老板啊，他事实上跟跟俄罗斯的普丁关系非常的好，所以现在大家开始在猜测，就是说美国现在对外的关系可能会跟俄国的这个部分可能会修好，啊，想办法能够解决这个接下来就是过去困扰世界这么多年，引发这些经济难民，还有甚至恐怖攻击、恐怖活动的这一些中东的这些问题，我认为它需要俄罗斯这边的合作。但是就表示说，当俄罗斯这边不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的话，那主要的问题就会移到中国这个身上。是。那因为中国占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赤字已经超过一半。哦，所以解决中国的这个问题，等于对川普来讲是解决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贸易的一个头痛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看起来，他应该会对中国的这个部分会采取比较强硬。所以课40%这个重税不是说着玩的。会不会实现不知道，因为如果掀起贸易战的话，不可能双方都有一方可以全身而退嘛，所以这是要付出代价，所以他必须要虚实实的来这个组合他自己的政策哦。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看起来能源的这个松绑已经非常非常明显。是哦，我们不要看他这个指派的这些官员，他是什么背景，光是看环保署的这一位这个指派的这个人选，基本上他对地球暖化的议题是一个高度怀疑者。是，然后再者，他跟这个能源业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所以可以想见，能源的在环保这上面的一些管制的松绑，大概是势在必行。啊，那我觉得再来就是说，这个金融的这个部分，因为有非常多位，包括他们白宫的这些高阶幕僚，都来自于这个高盛，那基本上就是在等于是代表这个华尔街的这个立场。那我觉得这个也让大家非常期待，就是说，过去奥巴马政府在金融海啸之后，对金融部门的这些强力的这些管制可能会进一步松绑，特别是大家期待的这个 Dodd-Frank 的这个法案有可能会进一步松绑。所以现在看起来，其实川普的路线虽然明确化，可是我觉得他埋下了一个隐忧，就是说他现在走的路线跟当初投他票的这个结构是完全相反的。是老师，这是我觉得接下来非常有趣。这就是我的问题，他虽然是大老板，可是在投票的过程当中，他自诩我是蓝领的代言人。为什么他能够当选？就是那一些蓝领阶层认为说，哦，我需要工作，我不要被移民抢走工作，制造业要留在美国。所以他们明明是蓝领的代言人，现在围绕在他身边的就是原本那一群他一直在批评的华尔街的那一群人，这不是背道而驰吗？不，我在觉得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些人选呢，像有时候我们就给他说啊，你都找这个富商来做这个内阁的阁员这样啊，我对这样的这个属性的这个归类呢，不一定是以为然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这个公司呢，大部分都是非常高度的这个公开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里头的这个董事长的产生、执行长的产生、总经理的产生呢，基本上他们都是定位在是被这个公司所雇佣的人，他们只是专业经理人而已，他们并不是说他们是一个很有钱的老板，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表现，或者他在这个经营管理上面的这种杰出啊，所以才会被担当这个执行长，或者是跟他的这个家世良好有没有钱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种可能我们必须要去呢，你就看了在过去1个世纪里面呢，我想应该在60年代的时候，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大概是全世界表现最杰出的，比所有这个将军当国防部长都还要来得好的曼纳马拉。是曼纳马拉原来就是福特公司的总经理，是就是他们的 CEO。所以就是说，在过去这个历来呢，这个像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这个，就是说
财政部他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对这个成本效益的管控大概是很重要。这些人呢，他们在民间部门呢，在这一方面有很好的呢，他用它来提升来做这个国家的这个经营治理的，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不能说因为他是 CEO 或董事长就认为他是这个，是因为他有钱，不是。这一点，我相信我们理解，老师比较容易引起我们不解或是甚至质疑的部分在于。现在原本送他上这个大位的人是希望他来解决我们的痛苦，那我们指的是谁？是美国1%的一些中下阶层。问题是这些有钱人知道这些1%中下阶层所受的苦吗？不是，基本上他们在不同的同温层里面，你会觉得说这个他们今天美国人呢最 suffer 的这个是什么？就业机会没有，他们的这个所得呢？相对来讲是偏低的，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国力的这个衰弱，所以这才会造价。所以我刚刚一开始我就讲，我说当你看到为什么他会选这个Donald Trump， 对，他主要就是因为在 Donald Trump 的这个身上看到了 Ronald Reagan。你们看到就是说，在民主党主政这些年呢，美国一直在对国外推销的，或者说在强调它美国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怎么样去贩卖它的这个人权的标准，还有这个民主的这个制度，大概是这样。如果你回头去看看呢，Ronald Reagan 他所关切的是什么？美国的竞争力。但我们讲美国竞争力，所以就是说，只有在那个东西它可以能够让这个他的这个政策的这个结果呢，它可以对国内的这个国民福祉，就是他的就业机会会增加，他的所得会增加。在对外呢，就是让美国的这个商品呢，在国际上它有更高的这个竞争力。所以你看他对贸易政策的这种想法。